那转折点当然得说是习近平上台，这个转折很惊人的，我也没想到过的。我那年在中国7980年是伤痕文学时期的时候，也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中国朋友、作家、教授等等，我问过这文革能不能再出现，他说绝对不会再出现。我们打了疫苗针，不可能再发生。但是现在你看，习近平跟毛泽东时代越来越像。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标题是，很像文革的口号，读习主席的书，听习主席的话，是毛泽东调子。毛泽东就用那个模式，那些字一样。习近平当然他不是个毛泽东，毛泽东比习近平聪明得多，而且更有魅力。我说魅力不是好意，是那种 charisma。毛比习有深度，非常讨厌的深度，可是至少有个深度，你可以去打听，去问问题，去听他。习近平不那么感兴趣，我不觉得是个有分量的一个知识，但怎么勾心斗角，什么这种政治把戏呀，他会。可是更有趣的或者更广泛的知识问题，我不感兴趣。我觉得他没有东西。当然，他希望对自己提到毛的一个层面上，他把中国带回毛时代的那种狭隘的思维，加上民族主义，这是相当可怕、相当糟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把话又说回来，毛时代的老百姓的觉悟，远远没有现在多。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，或者21世纪初，中国老百姓有一种权利的概念 ，I have rights，我能够表达我的看法。习近平面对的社会跟毛面对的社会也相当不一样，而应该说，习近平面对的社会比毛的困难得多，调皮得多。加上习近平没有毛的 charisma 和脑筋，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是永久的一个什么东西。我觉得他的政权相当脆弱，